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1，诗篇116篇17到18节来讲，我要用感谢的祭献给你，我要求叫耶和华的名，我要伫伊正百姓的面前，对耶和华写我的愿。三甲来祈祷，我要伫百姓面前，向你写愿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过去活的，现在活的，将来也永远活的，会真活永活上帝。主啊，你创造一切万物，你掌管一切万有，你立你一切万事，你搁较疼惜你的万百姓。主啊，天地拢是你所造，日出日落也拢是照你的时。主啊，愿一生的生命也拢伫你的手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愿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活命。我要称颂你至高的名。主啊，我要用感谢的祭献给你，我要求叫你的名。我要伫万百姓的面前，对你写阮的愿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